大家好，歡迎收看今日嘅福喜來呢個節目，講到表演藝術吼，大家聽眾唔會當上手，大家想到乜嘅咧？比如講打竹腳賣嘴花，就係講兩個人嘅打嘴鼓，唔過今日大家咧少嘅係一個人，唔過唔係打竹腳賣嘴花，佢做呢個一個人嘅戲劇冉冉講小口，喺到底嘅內容係乜嘅咧？已經好好咧了解一下，嘅家咧分享啲今屆裏邊，其實呢個戲劇嘅冉冉亮亮，歡迎。大家好，我是龍龍，大家好，歡迎。所以你就是從頭到尾都會給人家這麼的歡樂的感覺嗎？有嗎？有給人家有歡樂的感覺，是不是？那幸好我媽媽幫我生得好。對，我們今天要跟大家來分享的其實是你的工作，對不對？我們用華語說是喜劇演員，沒錯。不過在這之前，讓兄弟們來講一下，其實我們的龍龍是客家人。對呀，可是我雖然慚愧，就是我不會講客家話。我懂你談一些，聽得懂？聽得懂一點點這樣。對，然後是在新竹北埔，對，是在新竹新埔。新埔，那你為什麼可以聽得懂一點點？因為小時候就是爸爸跟阿嬷都會講，而且阿嬷都會用客家語來罵我們，所以對聽得懂一些就是罵人的話，類似像是什麼勾帽子啊，對，會拿竹子，然後呢追着我們跑，勾帽子哎，你給我出來了之類。對，所以就那個時候其實對客家話的接觸就比較有一些，就是腦海裡面會記得，可是因為都在台北念書跟長大，所以就是身邊很少人講客家話。對，好哦，我覺得這真的是我覺得客家人的驕傲吼，我們可以擁有龍龍這樣的一個講成這樣，對呀，我們可以擁有像龍龍這樣的一個喜劇演員。我覺得真的，因為龍龍很年輕，然後其實現在在做的這樣的算是一種表演藝術。我覺得真的是這樣。讓兄弟們很仔細的介紹他到底在幹嘛之前，先到台上來講一下，就是我真的覺得那是一個很棒的表演。成為一個表演者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為那是一個專業。是對，就像你是講笑話給別人聽也好，或是你在講逗小扣改事情，那都是一個專業的表演的呈現。對哈，我覺得我們先簡單讓兄弟們來分享一下，到底什麼是喜劇演員，所謂的單口喜劇演員。單口喜劇它其實是從美國那邊傳過來的。對，那講的最簡單的話，就是一個人拿着一支麥克風，然後在台上講話。所以就是你光要講話，然後就要逗一群不認識的人大笑啊，然後進入你的故事情節啊，幹嘛的？所以它也可以有一些音樂啊，或是一些投影片或其他東西補助。不過大部分的時候就是光靠講話這件事情來逗大家開心。對，所以其實這個台家熊啊壓力就很大了，有沒有？真的，而且很多人會想說，我看你多好笑啊，真的會這樣，因為這個就是我們因為客台在這邊，我們有做過很多像是相聲節目。不管是對口相聲、單口相聲，或是主板快書，或者是有時候黑狗台家用口安用蓋口說藝術的時候，大家也會去看像評書。對，那就是一個比較傳統的我們所謂的口說藝術。可是那也不一樣也非常的不容易。我的意思是說，你站在台上，對，然後大家就是盯着你看，等着你要玩出什麼花樣。是，可是你就要在上面使出全力的去做一個專業的表演。因為脫口秀是編導演一起，因為可能像是相聲，然後它有一些固定的本，然後或者是你去改一些傳統的本，然後呢去接現在年輕人或是時代的喜歡的口味。但是單口喜劇的話，基本上它就是以表演者主觀去出發，所以很多可能是寫一些狗屁叨叨的，或是生活中的很小的事情啊，你自己發現什麼東西，你覺得好像蠻有趣的，或是你自己遇到了什麼東西，覺得這件事情可能很好笑，所以用自己的觀點去把它寫成段子，然後呢分享給大家。我覺得不只是好笑，其實上在這個段子裡面，應該也有一些知識的吸收，對吧？應該有吧。因為有時候我們去聽那樣子的一個段子，其實在這中間獲得娛樂之外，最重要的事情是我們除了看一段精彩的表演，也是有一些知識的吸收。是，而且對有一些我覺得每個人表演的風格不太一樣，所以有些人可能會走有一點點溫馨路線的，他會把自己可能對人生的體悟，或是對什麼東西的感觸加進去，只是盡量都要把它包裝成好笑的樣子，畢竟它是喜劇嘛。對，然後有些人可能是從社會觀察型的，他分享了他最近看了什麼新聞，然後或者是怎麼樣子的東西融在這些東西，所以這些段子裡面其實五花八門、各式各樣的都有。我覺得講故事相對簡單，我覺得最難就是喜。
就是笑话或者喜剧，就是要什么样的一个文字，什么样的一个桥段，怎么样的一个梗，你可以让人家发笑。对，然后呢，你知道让人家发笑，难免就会有一些腥膻色的内容在里面。可是你要如何拿捏适度的腥膻色，然后又要让大家觉得好好笑。对，我觉得这是功力，真的超难的。一开始都会一直踩雷，然后也会有很多观众觉得很不开心，因为你是不是在消费我，让我觉得好笑，对不对？或是觉得不舒服，或者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哎，你怎么一个小小的女生在台上，然后开这些腥膻色的玩笑？对，就是各式各样的观众。你就可以问他说：“你不爱听吗？”是不是这样？不过很有趣，因为龙龙洞后生，给费松改后生，我们其实走这样子的一个喜剧演员也有一些小时日了。哦，我做了6年了，对不对？然后也现在有很多的粉丝。哎呦，有一些啦。你为什么会接触到这一个啊？这说来真的是很曲折离奇。因为一开始我其实是想要当认真的舞台剧演员。很棒啊！可是那时候我高中的时候很想要念戏剧系，对，所以我就想要去考就是戏剧系。但是很多人都跟我说你长得太矮了，然后你又不是专班出来的，谁规定演员一定要高？对，他说你这样在舞台剧你在上面才看得到啊。然后因为我声音又很高，然后再加上我以前就是会口疾哦，对我以前会口疾，然后声音比现在更高。Okay. 是不是很惊讶？所以那时候很多人都跟我说：“哎，你不适合啦，你不适合做这一块。”然后我就有点，高中时候的我也不敢真的就是好，我考戏剧系，那我以后一辈子都要做这件事情。但我也想要念普通大学这样子，所以后来那时候我的戏剧老师就带我去卡米蒂喜剧俱乐部看单口喜剧，然后我就看到这个表演形式，那时候从来没有看过，就好酷哦！原来有这样一群人在讲笑话耶。那老师那时候就跟我说：“哎，我们做这个也是上台，但他不需要长得很漂亮，或者长得很高，或者是有太专业的一些表演技巧，你只要好笑就可以了。”所以我那时候对我而言就觉得，哎，这件事情相对起来好像比较容易耶，就是只要好笑就好了。所以好笑很难。对，那时候不懂啊，那时候不懂，那时候只觉得不用长得很漂亮不用很瘦你很漂亮啊。可那时候又更胖，然后呢又更没自信，然后所以对那时候就觉得哇，这好像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事情，所以我就想说，好吧，那就来试试看。所以那时候就跑去那个喜剧俱乐部去打工，一开始是去打工，想说一边看表演，然后一边可能还有机会上台，然后所以才开始进入这个领域。对，听说你第一次看表演的时候印象很深刻因为老师要你做笔记，是吗？对，因为那时候第一次去的时候，老师就说：“好，我们今天不是来看表演的，我们今天是来上课的。”所以我跟另外一个同学2个人，那我们就坐在第1排的位置。那时候人少少，可能才20个人，然后我们就坐在第1排的位置。老师就说：“今天是来上课，你们大家拿出纸跟笔，然后把台上的所有不好笑的段子全部写下来。”对，所以大家都看在那边，就是所有的观众都是在那边放松啊，哈哈大笑，但是我们2个就是埋头在那边，因为我从小是乖学生嘛，对，所以就想说好，我要认真写。所以台上人在搞笑，我们在下面写说，这个不好笑，为什么不好笑？然后那什么什么的，然后就一直很认真在做笔记，所以整场压力都很大。其实我蛮惊讶的，就是说，因为有时候我们在讲到一些口说的表演艺术的时候，我们都会知道，其实有很多剧团或者是所谓的像是曲艺团这样的地方可以去。可是台湾，因为你刚刚提到，就像美国的 talk show，对不对？所以第一推班本来是为想讲，都大家都哪一位？又不这不是去学校，对不对？所以是什么样的管道可以学这些东西？除了像你刚刚讲那个如果说真的要学的话，要么就是去上课，还是会有一些课程，虽然不多，然后要么就是你要上台一直练习。因为对，就有点像是老师教了你好多种方法，说这样大家会笑，这样子我的方法是什么？但是你上台之后不一定啊，因为每个人跟观众接触的那个方式不一样，跟你散发出来的氛围不一样，还有气质不一样。对，没错，所以不一定对 A 适合的，对 B 就适合。没错，所以大概知道了一些想法之后，你要不停的上台，然后呢去磨合你跟观众的默契。所以那时候就是每个礼拜它会有一个叫做 Open Mic 的时间。
可以让新的演员，或是你要练习新的段子，或是让素人观众可以上台练习。是，对，所以是没有收入的。对，纯粹去练习。对，纯粹去练习。所以你要写笑话，你要逗大家笑，但是你没有任何钱可以拿。对，那时候就每个礼拜上台，然后练习，然后把好笑的记下来，不好笑的再修改，然后每个礼拜这样的修改。其实观众给你的回馈是最直接的，对啊，就是那个段子成不成功，好不好笑，其实就是看观众。我们必须客观的讲，不管你成为一个观众，或是你成为一个表演者，你去看别人表演，你也会去评论，因为对啊，我不管那个钱的高低，我花了钱坐在那边，然后一点都不好笑，我真的很想站起来走掉。真的，真的还碰过真的吗？真的，一开始演的时候抓不到那个笑点，对，还有节奏的时候，很多人就真的是直接在那边玩手机给你看，或是开始聊天，或是直接走人的都有。对呀，然后那个冲击是很大，就是不用走嘛。而且我觉得现在当喜剧演员比以前当喜剧演员更不容易的点在于，因为现在的资讯太爆炸了，对，大家滑手机或者看一些很刺激，对，什么的，我们早就已经笑到已经麻痹了。以前的人是电视频道很少，没有手机，然后我还要花钱进去剧场里面看表演，大家好珍惜，而且好专心。对，现在不是我随便一个梗图就比你好笑，我还要花钱进你看你表演，你最好给我好笑一点，你没有给我好好演，我要走人哦，是不是这样？对，真的是这个样子。所以有时候你想到的东西，可能会跟网络上的东西撞，或是你看过，可是你忘记了。对。然后你就上台讲，然后很多观众就会直接拿出来说：“这个我看过，你是不是抄别人的？”然后说：“这个比你好笑然后呢什么的都有。所以你看哦，做一个戏卡让人其实不很简单。你先聊下，你马上等下长的分享。因为到放一走在绕墙都喜看冉冉龙龙流流泪斗节目地图，我觉得反正无论如何都要先谢谢你，然后也敬佩你。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棒的专业表演。我觉得台湾可以有这样的年轻人做这样的表演，我都觉得这是一件很值得鼓励的事情。对，所以真的要给我们的龙龙多多的鼓励，然后辛苦了。不过说真的，其实要成为一个台上的演员，我觉得任何一个表演艺术都一样，你要站在台上，那都是需要训练，而且需要很大的勇气，尤其成为一个喜剧演员。因为为什么？因为你说拍戏，他面对的是镜头，是一个冰冷的镜头，那是另外一个难度。是，但是你不会直接看到观众在你前面盯着你说“没喝起”，对，好小，他不，对，但是喜剧演员他就是站在观众的前面，而且你这么样的卖力，对，所以你其实有很多心路历程，对不对？真的很像是直球对决，就是笑话，你就算你就是写了多久，然后呢或者精心策划了多久，但只有在上台讲的那一刻，你才会知道他到底中不中，观众喜不喜欢。所以就是有时候就很像是你的心血，然后你生出来的一个小宝宝，然后给大家看到，大家跟你说哇好丑哦，这种感觉你知道吗？所以其实你要练习上台是会，你因为你现在已经很算是有点年资了，然后算资深，但是一开始上去的时候也是会紧张，对不对？对啊，心跳很加速吧？对，你那时候有很多的训练。那时候我都会把那个逐字稿，其实到现在也是，就是逐字稿会写好，然后呢，所以在台上看起来好像是跟大家轻松的聊天，但其实背后都是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的，然后回去的时候再一直改这样子。那到现在的话，我比较放松一点，就是我觉得这个好玩的点就是有可能1到2成是加上观众的互动，对，所以每一场演出会不一样。对，然后你刚刚有提到说你之前会口疾，对，你是真的会口疾吗？真的，就是我国中，其实到高中以前的时候，我讲话是娃娃音 ，OK， 然后再加口疾，然后再加声音很高，哇，你想象一下，我想象我以前讲话大概是这个声音。就是全部都是用上面的那个声音，因为我们家有4个小孩，对，所以我们会自己自成一片天地，你知道吗？对，我们都听得懂对方在讲什么，所以我们就觉得那这没有什么问题。等一下，你们4个彼此都听得懂，在外面都不知道你们4个在讲什么，应该是这样吧？没错，没错，小孩子太多，所以我们以前可能都这样讲话，然后我都会这样一直口技，
机。OK， 然后因为什么要特别问这个问题？因为你们做的其实是口说的艺术，没错，所以你们不是肢体很重要，可是你也想用进朋友，你要听得懂，听懂嘛，才会好笑。对啊，所以咬字一定要很清楚，对，然后你的语言节奏一定要掌握得很好，然后你对于文字的能力也要很强。对啊，然后以前我是对文字这一块非常的没有把握，所以一开始要上台的时候我是非常紧张。一开始大家都是要让大家笑，但我一开始要让大家听得懂就好。所以像我以前像什么吱吱吱跟吱吱吱，因为我全部都是念吱吱吱，就是我发音实在太不标准，然后呢，我口腔就是舌头摆的位置也不一样，或干嘛。那时候还有去看医生，然后呢，那时候要上台之前的时候，我还会一直用录音机，然后把声音都录下来，然后确保自己都听得懂之后。所以你现在可以这么的清楚，又成为一个我们所谓的单口喜剧演员。你这个声音是完全有，你是练习之后变成这样的吗？哦，是，我有慢慢练习，然后也让声音比较低下来，因为像以前声音真的太高的时候，观众都听不懂我在讲什么，然后只觉得而且会觉得，而且观众朋友会觉得很高频，很累。因为有时候娱乐也需要放松，对啊，然后需要一些喘息，对不对？哇，所以其实大家可以感觉到，其实龙龙是经过很多的练习。你看他现在还是很欢乐，然后告诉我我当时是怎么样。可是事实上这背后是有很多的苦力的、苦心在里面的。当然，我觉得每个要在不同的领域里面专精或是越来越强的话，都必须要有很多努力。所以。听说你还有到国外表演啊？是啊，就是那时候其实蛮酷的，是一开始是中国的选秀节目，来台湾选秀这样子，然后海选。那时候好多人去甄选，有我们剧团的人，然后也有很多艺人啊，或者综艺咖啊等等。那时候我才刚开始表演半年。然后就被选上了，然后我非常的惊讶，就是我剧团的老板也很惊讶，怎么会是你？那么多资深的前辈，怎么会是你？我不知道，可能他们就是刚好投缘吧。所以那时候那个制作单位的人就刚好很喜欢我的那个段子。那时候我是在讲一个台湾虾妹的段子。OK。对，我那时候因为我都是留妹妹头，是，然后呢就会闹出很多笑话，就是例如说什么风吹的时候啊，然后就不可以逼吹啊，然后或是这些人有什么样的特质啊，怎么样的？当然就是用比较夸张或好笑的方式去讲。那时候可能中国的朋友好像没有听过虾妹这个词，对，所以他们就觉得这是什么好酷，好好笑。然后再加上他们觉得台湾女生都比较嗲，对，所以很爱撒娇这样。所以我虽然没有特别在撒娇，但他们就觉得好像是故意去表现。其实还好，因为连我这样子，你看我的声音非常的低沉，然后他们都觉得我很温柔啊。对，那我觉得是因为语言的不同，所以我刚才太真心了，所以我可以理解他们说，他说那个依林你讲话好温柔，我心想说你是哪里有？对呀，怎么了？我哪里讲话会温柔？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语助词，鱼尾啊，要不要？你要不要吃？吃就吃，为什么要吃？这样理解吗？对他们就真的会这样。那你要去吗？妈就妈，你要去吗？为什么要？你要去吗？给我一个句点啊！不要啦，就不要就不要，哪来又又不要啦？所以他就觉得你们好温柔哦。其实是就是因为不同的习惯的问题，这不同的文化，所以你就会觉得对那件事情产生兴趣。对啊，然后那时候就可能因为一些特质吧，所以就被选去中国演出了。然后是一个选秀节目，然后印象很深刻的是，最后播出来大概7、8分钟而已，可是我去了10天。对，我第一次觉得好煎熬，就是每一天在练习，然后你知道，就是虽然你是表演喜剧的，但是我可能讲了一个故事，关于10分钟的故事，你第一次听可能觉得很好笑，第二次觉得还可以，你听到第20次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无聊，你知道吗？而且我自己演也是，我对同一个人1对1这样子，演到第20次的时候，我只觉得全世界我最难笑。对，所以那时候去的时候，第一次觉得哇，原来我想要做一件我喜欢的事情的时候，需要面对的是那么多不同的压力，还有各式各样我没有想过我要面对的事情。所以那时候不论是面对镜头啊，面对300、400个人，也是第一次面对那么多人，然后还有不停的排练，然后呢，跟他们会给你很多不同的意见要修改，这件事情都让我觉得很新奇的体验，但是也同时很煎熬。肯定，后来还因为这样去了马来西亚啊，就是这蛮酷的是，那个影片中国的
选秀节目播出来之后，就没什么后续了。我就想说，哦，那应该就无消无息了。没有想到，过了1-2年之后，马来西亚的节目的制作人刚好在网络上面看到了这个影片，然后呢，他就也一样把我抓去马来西亚的选秀节目比赛，而且还就是运气很好的是拿了冠军。耶！对啊，那时候真的好开心哦。是，其实大家还是听到龙龙讲到觉得很像比较正面的，或是我们现在听起来觉得很荣耀的这个部分，但是背后辛苦一定是这样的，因为你在马来西亚也待了很多天，我待了4个月，对，然后你要适应那边的文化、那边的工作模式，甚至要适应那边的食物，然后也不一定领很多钱，没有钱哦，我完全没有钱，我们只有生活费，好像一天大概300多块台币而已吧，好少哦。对啊，就是生活费、饭钱这样子，而且我觉得刚刚讲到就是喜剧很重要的一个点是要语言的东西，但是那时候去马来西亚的时候，这个我平常赖以为生的器具是断掉的耶。我理解。对，所以像是他是新加坡、马来西亚跟台湾3个国家的人去比赛，那他们呢就可以就是因为他们很近嘛，所以他们就可以讲互相就是个俚语啊，或是马来语啊，或者是新加坡的英文啊等等的。但是我就很像一个格格不入的人，你知道吗？我理解，其实我可以理解，因为你们的表演其实就是我在听你说话，对，然后我跟你要有共鸣。对，然后我有共鸣了，戳中我了，我才会觉得好笑嘛。但是你讲的那个东西，如果我觉得跟我没有共鸣，或是不够接我们国家的地气，对，基本上我听不懂。对啊，我听不懂，我就不会觉得好笑，是这种感觉，甚至觉得很难笑。是，可是我会觉得。这肯定会挫折，可是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学习跟养分啦。我觉得那过去3-4个月的累积，对你来说也是提炼出你到现在拥有的能量。没错，因为我那时候印象就很深刻的是，你要继续比赛下去的话，我就要想说，那我一定要想别的方法嘛，甚至好的段子。对，所以就是以前是语言居多，那我现在可能要变成肢体居多，对，或是节奏比较抓得准的东西，或是不同的互动。对，没错，所以后来是靠着其他的东西，然后去累积的。对啊，因为大家想看，伊家囡读当国讲伊在讲10分钟，紧讲尾，大家有许多好笑，所以你讲解内容非常来从来可以咩讲古挺挺。它除了有语言的本身好笑，它还有很重要的节奏跟互动，所以段子也就是故事本身很重要。你刚刚讲到所谓的对口相声，它有一些传统的经典段子可以做改编，或者是现代自己重新创作的段子。但单口喜剧那个就是完全就是从零开始，对啊，从零，而且你自己是导演，自己是编剧，自己是演员，所以你要自己写段子。没错，一定是自己写。那灵感就是从生活里面来。对啊，因为像我的话，因为每个人不太一样，但是像我的话，我很喜欢写我生活中发生的事情，然后再加以杜撰。我一定要强调这一点，就是加以杜撰，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哦天哪，你发生过那么扯的事情哦，这是真的假的？是有一半是假的，所以就是可能今天去健康检查，然后呢发生了一件小事情，然后呢我再把它夸张，然后呢或是再加各式各样的东西进去。对，然后当你夸张的时候，你在形容的时候，我们的脑子会有画面然后我们有画面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好好笑，因为你会靠很多的想象。所以其实我觉得。就像你去了中国表演，或是你去了马来西亚，我觉得那些东西都是你的养分的原因，它也有可能成为你新段子的灵感来源。没错，对不对？我觉得这真的很棒哎。例如说，像我就知道。SDG 这样段子讲哎，就是好像跟交男朋友有关嘛，对不对？你现在看那个东西，有可能是你真实的元素，但是因为那个元素你拿来做夸张之后，当然有可能引起很大的共鸣。对呀，因为我其实前一阵子的话，我讲了一个客家男友的段子，对，然后就是因为普通就是一般人对客家人的印象，可能就是比较节省啊，很抠啊，应景精神啊，然后等等这一类的。那因为我小时候就生长在客家庄嘛，所以你就写了一个段子，然后听说你我跟你讲，我有看，真的假的？我有特别，因为我知道有反弹的声音，所以我特别特别绕给那嘴口。乡亲朋友，其实去走安永改表染改时间，因为讲客家改谁来音好节省，是不是？所以是修到动动，你冇用改上黑马改，你等下怎么讲？
方歡迎走在繞牆的龍龍呢度節目地讀到台高的奮雄。上一段節目我們講到你有一個段子，叫是我的客家男友，反正很摳就對了。然後很多負面聲音，有一些啦。不過我真的要澄清一下，因為我自己也是客家人。然後呢，從小就是我們就會笑爸爸說：“爸，你真的很摳哎。”然後我說：“你真的很客哎。”但是因為它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我們不覺得是在罵人。然後呢，或是不覺得他有什麼特別引起爭議的事情。所以我那時候只是因為剛好又交了另外一個男朋友，也是客家人，然後覺得天哪，他們真的好多共同之處哦，就是跟我爸爸有好多共同之處，所以我就覺得很好笑，我就把它寫下來了。然後我沒有想到的是，因為當時現場演的時候效果都很好，然後呢大家也都笑得很開心，然後文卷也沒有人在罵或是幹嘛的，就覺得說哦，這就是一段我覺得正常的演出。沒有想到放上網絡上之後，有些人就覺得你這是在挑起族群間的戰爭嗎？你這個是在就是為什麼要攻擊客家人啊？而且他們可能也沒有看前後文或者是幹嘛，所以他們也不知道我自己本身也是，所以就會覺得說，那你敢罵閩南人嗎？你敢罵原住民嗎？你這個閩南人你憑什麼？我說我也是客家人，但是他們就會覺得這樣子的話題好像在台灣目前還是有一點敏感這樣子。我覺得我自己的感覺是還好你是客家人，所以可以自己講自己。對呀。然後再來第二點就是說，當然我覺得很多客家人要學習幽默這件事情，我覺得這是族群性格啦。如果說你講的顏楚明，其實他們也很容易自己調侃自己，然後我就覺得很好笑這樣。所以我覺得調侃自己不是在講自己的缺點，我覺得有時候是學習幽默的一個方式，因為有時候我們會稍微內斂一點，或者是嚴肅一點。有注意我的修辭很委婉嘛？就是對，但是我覺得我可以跟龍龍分享一個，就是我覺得這種東西可以，但是事實上我們可以轉化它，就是說我們還是可以講客家男友很摳，可是我覺得可以再用另外一個負面去幫他加一點分。我現在是想不到那個段子，不如改天一起來創作好了。對，因為說真的，我會覺得，因為像我是客家人，然後我們家很多客家男人，可是我覺得因為他們的摳一定，哎呦。該以誰講？記得好節省，是因為來自於他們過去的成長背景，因為在那個時候從農業社會開始，我覺得如果加上一點點這個東西，對，或者是最後就講平凡一點，對，然後再加上就是說，事實上我一直覺得我家的這個哥哥們呢，其實是很大方的，因為比如說該省的地方超省，對，可是該大氣的地方很花，沒錯，他們就是省小錢花大錢，對啊，他們就覺得說啊，這個衣服我沒有哇，這個已經穿到很破了，還不敢捨不得換，可是如果真的一定要請朋友吃飯，說哇盡心盡力，真的，我跟你講，以前我們家宴客的時候，宴客也才一張桌而已啊，就是我跟你講，就說沒什麼菜，你知道整桌都是做一個下午的菜的，對，所以也許這樣的話，大家抬槓子木一起禱告，哎呀，你好像對，可是我覺得舉這個例子想表達的事情是，無論你說什麼，你做任何的表演，不會全部100%人都覺得你是第一名，你超棒棒。對，我曾經聽過一個很資深的演員這樣分享一句話，他說：“你不要想要把表演做到最好，你那一天就好好表演就好了。”其實他非常的受用，因為沒有什麼叫做最好的表演，沒有啊，因為一定會有更好或是更爛的時候。對，就是喊 action 的時候，你把那一次的表演做到最好，這樣就可以了。所以我會覺得這也是我跟龍龍分享的，因為龍龍還很年輕，未來的路還很長。不過我知道在這過程當中，除了像剛剛台尬公斗可能有一些段子，有些觀眾朋友說。然後這個我們正面的聲音很多，但是沒入口那個，因為畢竟單口喜劇，其實大部分女生表演者相對較少，對不對？對啊，所以大家就會說女生，所以在你身上貼很多標籤。但我覺得不只是在我這個行業，就是可能在別的行業的話也會這樣子。哦，這個是一直以來是男女之間的這個，所以我們才從。這個所以才會有所謂的兩性教育跟性別教育等等，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對，因為像是你說單口喜劇的女生比較，不論是國內外，一直來都是這個樣子。然後啊，就是會常常聽到一些說什麼女生上台啊，就是80分起跳啊，因為她是女生啊，一上去大家就先喜歡她了。對，然後或者什麼她只要打扮漂漂亮亮的上台就可以啊。但我就覺得，你不覺得這件事情很奇怪嗎？假如是一個帥帥的男生上台的話，應該也是80分起跳吧。說實話，他先上台，我就會先給80分。但是我講的
得没有很好笑，我也会原谅他。我想说，所以就是好看的人上台就是80分，那你长得丑，然后又不好笑，那你怪谁呢？就是我心里就是这样想啦。对，所以就是常常上台的时候就会被这样说，或者是说哦，你看他们都撒娇不好笑的话，那观众都会原谅他们，像我们这些直男都没有办法，然后或者怎么样。但我觉得，假如女生真的那么有优势的话，那女生就不会那么少了啊。而且再加上，我觉得从小对于就是女性的教育的话，就是可能你要温柔，然后你要端庄，然后你要温良恭俭让等等的，所以大家是比较女性是比较难表达自己的，尤其是那些你觉得很好笑的事情，那些事情有可能很多不入流，然后或者是很多小的一些生活发生一些小烂事，然后或者是怎么样的，所以当你要上台讲这些东西的话，我觉得你要跨过心里的那个坎，本身就已经比男生还要再难一点了。然后呢，再加上像是以前我一开始要讲可能比较新三色的段子的时候，很多就会觉得，为什么女生上台要讲这些东西啊？你们不能讲一些健康一点的东西吗？那我觉得，那为什么男性都可以讲，但是我却不行呢？就是这个标准我看不懂。就是说，男生如果讲黄色笑话就好好笑，女生讲黄色笑话，哎呀，对，就我觉得这件事情太不合理了。就我就想说，可恶，我有一天一定要把黄色笑话讲得很好笑，然后你们，对，所以那时候就是对自己定下了一个小标准。我觉得那是一个表演，对，我觉得大家要分清楚，当然，就是说，当龙龙上台的时候，他一黑一改表让改一，那是一个表演艺术，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也是观众要学习的，对，我觉得我们就一起来进步这件事情。可是刚刚你听龙龙讲，你就会知道。刚才他听起来好像是笑笑讲，不过那就是辛酸血泪啊！对啊，有很多眼泪换来的。对啊，批评对不对？为什么你可以，对不对？你还不是因为靠爹啊，对不对？靠美丽举例啦，对不对？什么举例？靠美丽，没有，我们靠的是实力。当然，所以我觉得面对这么多的批评，我觉得好的要吸收，然后真的是其他那种谩骂的，我是真的觉得要。放水流，对，一开始的时候当然很过不去啊，会啊，因为那是一个否定啊，真的就是谁面对否定，我说好，我正能量，来吧，我一被骂的时候，我没关系，我正能量，谁能这样？当然是先回家哭一个晚上啊。而且以前就年纪比较小的时候，或者比较没有自信的时候，就会觉得说，我只是上台讲笑话，为什么你要攻击我长得很胖？就是这两个都没有关系。所以就是会让人家觉得很沮丧，或是觉得所以我现在就是去整形，然后呢就长得漂漂亮亮的上台就可以了嘛，就是会有很多很极端的想法出现。但是后来就是随着时间，或是一直表演到现在的话，就开始会觉得有些有建设性的东西可以听。那他如果是在讲段子本身内容，或是表演本身内容哪些可以改进的话，那可以听。那假如是那些真的是乱骂，然后呢或是没有什么重点的话，那就真的要放水流。听龙龙这样说，就知道她真的是一个年轻小女孩。所以呢，你现在 OK 了吗？有慢慢自己有觉得那个心中的那一个，我觉得有越来越软弱跟缺口，或是被刺伤部分，有可以慢慢的结痂了吗？我觉得他有越来越好，对，因为他刚才还是会说奇怪了，那什么有没有会批评你的外形？你外形很好啊，你要对自己有自信啊。好，我很漂亮。是怎样？每个人都一定要是林志玲才能讲单口喜剧，是不是？对啊，对不对？我觉得你已经很棒，要对自己有信心。那些事情，我告诉你啊，就是没有办法讨到每个人的欢喜，这是一定的。我觉得，你要知道有一群人喜欢你，那才是最重要的。你要为他们。继续表演，继续努力。所以听说爸爸妈妈也是，对你要不要做这件事情，其实也是很挣扎。对，以前的时候，爸爸就一直觉得我每天都窝在一个小小的地下室讲笑话，到底在干嘛？然后他又觉得，女儿好不容易考上还不错的大学，他觉得你要温温柔柔的啦。因为说实在的讲，单口喜剧在某种程度还是必须扮丑，真的。对，然后一个漂亮的女生，你在那边扮丑，然后弄别人笑。对呀，而且就这个工作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感觉很不入流，然后觉得你都可以考上政大了，那你不是应该可以去找一份正常稳定的工作吗？然后我妈妈就会一直丢那个公务人员的简章给我，默默的推到旁边。对啊，就这个邮局啊，这个要不要去考一下之类的。但
爸爸是一直到那个我去中国比赛的时候，那时候在中国电视上播出来的那一刻，然后他就觉得哇，好像有那么一回事哦，好像不是只是玩玩而已，所以他到那时候才开始慢慢比较支持我。当然中间还是会很担心啊，然后一直问我说，哎，你这样没办法持久，或是你要不要换个路线啊，等等。我觉得父母都这样，因为我觉得这是台湾的主流价值。对啊，就台湾主流价值都会希望孩子，你如果可以到一个状态，一个高的状态里面，他就觉得你要平平安安、稳稳当当，然后可以很很持久、很顺遂。他总觉得做表演艺术这件事情在台湾相对辛苦，我觉得这是长辈没有办法一时之间接受的东西，对他们也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去学习或者去做调整。那我会觉得，龙龙是自己，其实我觉得最棒的事情是我其实很替你开心的，因为你在这个自我探索的过程当中，你反而找出自己想做的事情，你就不用一定要去考公务员检。我跟你讲，节目最后来。要来鼓励你一下，学一句老古言语，是不是？你是客家人，黑猫。好，我念一遍给你听哈。好，您是后水，发是露水。您是后水，发是露水。意思就是说，人吃口水，花吃露水，听起来很简单，很表层，对不对？对啊。这个口水，其实在客家话讲的是技巧的意思啊。所以人讲话其实需要靠的是技巧这件事情。就像露水之于花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没有露水，其实花没有办法存在。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说人靠口才的话，你才能够得力，就像是你的表演工作一样。所以你的工作就是吸口水，吃口水，吃口水。哎，我觉得你真的可以找一些客家的这样的，我不一定是指这一个相关的，因为其实有非常多好笑的俚语或是俗谚语，我觉得你偶尔可以运用那个有趣的点放在你的段子里啊，可以，然后做延伸这样。对，哎。感觉上好像没有很被接受，我的建议。可以啊。我觉得对，只是因为延伸通常就会歪掉，就很怕又被骂的。不，我们要有信心，我们要有信心。节目最后1分钟，有没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或是你要讲说坚持，你要怎么坚持你的动力？最后啊，我觉得这一路上会很困难，不论你做任何事情。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有一件非常想要做的事情，很喜欢事情的话，你一定要把你的时间跟青春砸进去，因为这个你才会能换来所有的结果。那结果不论是好是坏，但至少你有砸进去过的话，你才会知道。因为我到现在的话，有时候也会听到人家说什么我以前也想要做喜剧，我以前也想要做网红，可是我没有做，好可惜，不然我会跟你一样红。对，那我也是觉得这是什么东西，你又没有做，那就去做，对不对？没错。所以今天真的起心动魄一走在绕墙的龙龙队都节目第一读，我觉得未来有机会还是可以常常来聊天，好吗？没问题。祝福你，好不好？坚持自己的梦想。好，谢谢。聽你好了，繞牆所有的觀眾朋友，好了，看下啲嘅法律實地師。